我食咗好耐嘅，食咗好耐都未食到一半啊！我食到呢度咁樣嘅啫。你们只有看我要做的还是什么部分，你这里其实就会多少，所以你要给，要给，给才会大，你们要给才会大，给才会大，对，你们要大就是要给，这个就会大，对。对，就会大，对，就会大，对。所以你看，我没有动他们头，我只是压下他们，他们如果是在他，所以要是马上动我的头的那些头颅，你只要给了就会大，会清楚，这样对，来再一次，给了就会大，给了就会大。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，你们的北哈，你要想想看哦，我就想看你们在哪看一下好了。我像我像不管方向好，你看我像是打的时候，你们觉得男生在哪里？男生在我这里，所以你千万不要这样子点，男生在我这里，所以我给的方向是这里。我这下子就3个了，我学的都懂，对，所以你看我这边什么，我是超过了，我是给，我才有办法看过，来，你们先带一下，我在这个，我是看你，所以我们这边是之前这是之前。这是4号，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，好，3步哟。对，我要切步啊，我想看一下。你看我的脚，我打开的时候我是这样子的脚。我不会这样子的，我这样子讲呢，完全我没办法过，因为这是外系的动作。哎，之前就有像这种。你要给我一个资讯，给我一个资讯。哎，我要在这里，对，这样好，切，对。所以切完之后，你会有一点点，这种感觉很在一种，但是不太正常的体位。OK 喎，好似唔難嘅喎，唔難跳嘅喎。唔係呢啲老母啊，呢啲老母啊。睇到轉咗手把出現啊，好乾啊！对，我自己处在没有安全感的情况下，我不会这么的自由。
食完啦，終於。咁咪因為呢度好多塊鏡啊，俾人去跳舞啊，睇下自己啲舞步啊冇錯咁樣嘅。呢度係呢個高雄嘅文化中心啊！啱啱終於幾經辛苦先就食完啦！啱啱我嗰個燒餅，多謝 follow， 多謝 follow， 食得好辛苦啊！哇！有呢度仲不過有條仔喺度，唔好搞啦。哦，就咁樣玩㗎，個餅要浸落個豆漿，似 Oreo 咁樣食嘅。咁後生又玩路線喺度，呢啲老一輩先玩過呢啲。老一輩先玩線舞喎，點解咁後生就玩？係好難搞掂啊！所以一路食一路咬一路咩嘅。係因為太乾頭先真係真。早晨啊，威威你好，早晨威威。係啊，食白粥啊，或者配豆漿，可能真係咩咯？但係如果係配粥嘅話，好似冇粥嘅，好似之前唔興朝頭早食粥嘅，好似通常係鹹豆漿啊，或者加咗隻蛋咁樣咯。見到佢哋奶茶啊咁嗰啲。哦，維士比總部大樓喺高雄經過嘅話，可以留念。維士比呢個檳榔文化重要一環。OK， 好。維士比咁近我要去嘅地方咧，因為今日主要去嘅其實都喺翻呢個高雄啊市中心啊，西子灣啊，去到西子灣啊，去嗰啲夜市啊。台灣真係冇乜粥。維士比睇下近唔近我要去嘅地方先。
因為維士比好似唔見有旅行書推介。哦，都喺寧雅區喎，你可能 OK 喎，附近啫喎，好似喺 OK，好，陣應該勁喎，喺前邊啫喎。陳同佳正在觀看此頻道。早晨啊 ，Gary Jackie。畢竟呢個台灣好多祖先喺200年前喺福建移民嚟香港，移民嚟台灣呢度。同佳佳喺台南啊，之前佢係咪都喺台南啊？之前早晨啊 ，Hola。擺咗啲藝術擺設喺呢度。人類希望啊，就係青年嘅雙手。呢個就係樂啊，呢個藝術擺設叫做樂啊，快樂個樂。呢個係青年嘅雙手啊。青年啊，就係未來嘅社會棟樑啊，人類嘅希望啊。潮州菜、廣東粥喺台灣都係有流傳起嚟，少咯。不過好似你嗰時你高雄3日頂唔順太悶，好多時真係冇乜即係好似冇乜太多嗰啲景點啊，咁超下咁樣咯，都係冇啦。又滷水蛋，又好復古，好鬼正。去到海邊好多滷水蛋賣。哦，唔知係咪西子灣咧？我今晚日落應該會去西子灣睇日落。哦，鐵蛋，哦。鐵蛋應該唔止台南，好多地方都有應該。鐵蛋專街。除咗鐵蛋之外，都冇其他嘢咁咧。淡水都係，從南到北都有，有大鐵蛋，有小鐵蛋。哦，淡水都去過一次，我自己都。佢好奇怪嘅，佢日落咧特別靚嘅，唔知點解。啲顏色啊，嗰個天嘅顏色好似特別啲嘅。同埋淡水好似賣嘅嘢咧，雖然佢係遊客區咧，但係賣嘅嘢都唔會特別貴。
維士比大樓應該是但一棟。淨係喺高雄咧，真係頂唔順，係啊，所以我都呢兩日高雄之後3日，好似3日肯4日墾丁啦，當係咁就6日嘅呢個嘅旅行啊。呢個就應該係維士德啦。但係好似冇乜特別喎，維士德去呢一棟係好似是但一棟。應該呢一棟。早晨啊，豆豆，邊早晨。牛啊！牛啊！墾丁唔多嘢玩嘅，唔多嘢玩，但係去下海灘咁樣啦。早晨嘅觀活，主播真係好腳力。我台灣人去到港口71都要騎機車，習慣咯，習慣啦。因為香港好多時好方便咧，都唔需要都唔需要成日揸車嘅香港。有時坐車啊、搭車啊，好多時會遇到塞車咁樣啦，所以好多時選擇行路咁樣，沿途睇下風景。係啊，始終習慣咗啦，香港習慣啦，呢啲叫做。所以咁多地方好多機車啦，所以都。不過而家離開咗墾丁㗎啦，我都而家喺高雄嘅文化中心嗰個捷運站附近，佢有個咩親水公園嘅，咁我又係入去睇下咩嚟咧。都係我係跟旅行有啲旅遊書去行嘅，呢啲路都係。睇下有咩玩先，唔知點解有個刺筒俾人坐啊！真係。呢度有親水公園，我當一個地標咁啦。其實佢都應該有冇嘢玩咧，冇嘢玩㗎呢個。見到佢下邊就係好多水喉啦。即係上面嘅水咧，上面嘅水流落喺度啦。
我電車唔驚塞車，咁啊我講香港都危險嘅，香港揸電單車都喺個中咗落下邊咧，即係喺個水龍頭咧喺度出翻去嘅喎，有冇得喐計啲？有冇得計啲？睇下先，唔喐得嘅，傷死咗嘅。當一個主題嘅一個普通公園仔咧，擺咗好多水喉咁樣，咁啊流流地啦呢個景點。呢啲都係擺設嚟嘅啫，冇得玩嘅。而家想打下卡咁樣咯，純粹卡少呢咩啊？哦，膠紅啊，膠筍啊，膠筍。咁啊，睇一睇嗰個高雄少少，睇一睇嗰個大樓先，維士比大樓係一個好重要嘅檳榔一個嘅地點啊！剛剛觀眾有講，咁啊亦都喺呢度附近啊，啱我路程啊，咁去睇一睇啦。Can you 大佬 ？Can you 推 alphabet 大佬？冇錯，高雄以前個名叫做打狗。打狗陣間都會經過呢啲打狗嘅故事館嘅。咁啊，所以陣間去睇一睇嘅。打狗棍法都係源自高雄。早晨啊 ，Happy CYK。塔卡柯啊，係啊，塔卡柯啊嘅日本漢字啊，就叫做高雄啊。塔卡即係高啊，即係你話啲嘢好高就塔卡爾。咁嗰時日本殖民政府嘅時候，覺得打狗呢個名唔好聽啊，唔好睇嘅。所以咧，塔卡歐咧呢個名咧就係同呢個日本嘅日文嘅高雄啊，咁係一樣嘅。冇錯。所以呢個地方同日本咧都好大淵源下嘅。咁啊，係啦，以前就係嗰啲原居民嗰啲名嚟嘅，叫做咩塔卡歐咁樣啦。咁之後日治期間啊，咁就日文嘅高雄咁上下咁名。咁為咗提升個知名度啊，就改名高雄。咁呢個報名源自東京，日本嘅京都嘅高雄山。哦，日本有個高雄山，京都嘅。咁都係叫塔卡歐啦，咁樣叫做。睇
日本受台灣影響啦，台灣亦都俾咗一啲嘅技術咧，大家去交流過嘅。咁台灣有啲地方似日本啦，日本有啲地方似台灣啦，其實都邊個似邊個都大家睇大家點睇啦。小心啲啊！其實係有兩班。歷史嚟講咧，台灣人都係幾憎日本人。喺台灣就唔好亂講。OK， 好明白。咁咪都係講一啲係咯，盡量避免係嘛？好啊，好啊。夜間洗髮，夜晚先洗嘅。咁係嘅，香港又好，咩地方都有，始終都有一啲唔同派別嘅人嘅。呢個就維士比大樓啊，嗰個建築物就好似冇乜特別，但係一個叫做歷史價值比較高。以前啲歷史都講到好多咯，好多歷史咯，呢啲其實涉及於基本上台灣嘅基本建設咧，同埋戶口制度咧，你喺日治期間去建立起嚟嘅。OK。好多工程嘅水利工程啊、水庫之類咧，日治期間去整嘅。OK， 所以都其實好多交流咯，只係咁講係咯，好多交流嘅，即係唔係抹殺你所有嘢咯，叫做。你睇翻到塞德巴克萊，我覺得原住民同埋日本時期嗰啲統治嗰啲嘢啊嘛，咁係啦，不過係啦，始終都係啦，即係呢啲嘢就可能有分兩個派別啦，只能咁講啦。塞德巴克萊啊，嗰時係咪有啲原居民啊？台灣嗰啲原居民嘅一個民族啊。維士比大樓啊，雖然老一輩 OK 好啊，盡量避免啦。好啊 ，thank you。係呢個就維士比大樓啊。跟住又食下嘢啦。主要喺高雄嘅埋火車上邊嗰綠油油嘅嘉南平原稻田啊，就係呢個水利工程同埋管理水文先能夠
令到每塊農田咧都有送你灌溉。